以下係課室作文，命題寫作加實用寫作嘅本書特色。本書共有3冊，適用於初中學生。本書根據初中階段課程大綱編定，涵蓋記敘文、抒情文、描寫文、說明文、議論文、實用文等各類寫作文體，學習重點全面突出。為求解說詳盡，本書引入漫畫、腦圖、表列等多元嘅解說形式，清晰講解文體重點與寫作秘訣。本書詳細講解考試寫作應試技巧，讓學生提前熟習寫作考核模式，順利銜接中學文憑考試。為方便學生自學，本書設有互動寫作練習、文憑考試實用寫作模擬練習、自評表，供學生鞏固所學內容。此外，本書除咗有豐富嘅上品範文，仲會提供教師點評供學生參考，仲設有作家心得及名篇推介，鼓勵學生進行延伸閱讀，拓寬知識面並積累寫作素材。此外，本書嘅附錄包括譜詞補給、修辭、口語與書面語對譯、常見錯別字等全面實用嘅自學材料。本書仲提供多種網上增值配套資源，方便師生搭配本書一同使用。